Hello，大家好，阿峰，今日介紹啲產品靚嘢俾粉絲們睇下，鏡頭過嚟，呢啲最新款嘅，第一個係電筒，呢支電筒係四個光，我開燈上嚟睇下啊，第一檔係白光，第二檔係紅色光，第三檔係藍色光。第四棟係黃色，一下四個色去調焦嘅，你睇四個色好靚嘅。呢個係有電容顯示，撳到一下熄咗。佢後面呢個有電容，唔係有充電口，呢個係充電口啊，充電口。佢呢個電池可以拆出嚟，電池可以換。26650電池5000毫安嘅大電，時間要襟用。最新款嘅電，一套係90蚊一套 ，very good， 90蚊。好，第一個係呢個手提電筒。手提電筒呢個係有前面燈，佢仲有側邊呢度都有燈，側邊燈佢呢個有太陽能，呢度有太陽能，佢呢個太陽能可以轉嘅，你睇，可以轉。佢係裝兩個21700嘅電池，佢電池可以拆出嚟，呢個好方便你睇，有時電池冇電可以拆出嚟，兩粒21700電池。兩個，呢個時間可以用到12個鐘，長足可以用到12個鐘。呢個可以轉。好，我先開燈上嚟講。前面呢個係前面燈，佢呢度仲有電容顯示。呢個冇得調焦嘅，呢個冇得調焦。第二檔係啱啲，第三檔係閃。好，我開側邊燈，呢個係側邊嗰個燈，有紅色。第一檔係白色，第二檔係黃色，第三檔係白同黃一齊着。第四檔有紅色光，紅色，有紅色閃。哇！呢個光亮真係好多啊，好靚啊，咁樣呢款價錢一套係100蚊，100蚊一套。好，第一個係呢個頭燈，呢個係好細個頭燈。咁呢個頭燈可以拆出嚟，後面呢個有磁吸攝式，你睇，好細個，細個。呢度有充電口，它不是充電口。好，我開燈上去睇，佢呢款個流明好高啊！你冇睇佢細款啊，流明真係好高，有白色，有第一檔係白色光咩嚟，好親眼白色。第二檔係暗啲，第三檔仲暗啲，第四檔係黃色光，第五檔係紅藍閃。放喺呢度，嗰個警示都 OK， 係咪？呢個好熄咗，好靚。呢款價錢係30蚊，30蚊一套，好平，因為好輕，好細個。佢有時可以放個包包入邊，可以做嗰啲背包燈都可以。第一個係呢個，都係露營嗰啲細個嘅燈。呢個下面有磁吸嘅，呢度有磁吸嘅，我試下。有個支架窿，可以鎖嗰啲支架。呢度都仲有可以調個角度。我開燈上去睇，佢呢款有可以換色溫嘅，
第一檔係白色光，我換個色溫，黃色呢個係黃色。第二檔係光啲，第三檔仲光啲，第四檔係紅色閃，紅色閃。我開過，呢個白同黃，哇，好光啊！睇先，呢第四檔係最光嘅，白同黃一齊着。好，熄咗。充電口喺呢度，塔布式充電口，細個，好方便，露營啊出去都可以攝喺度。呢個一個係30蚊一套，30蚊。好，第一個都係嗰啲細個，呢個可以當嗰啲陀螺。兩個燈，呢個有兩個燈，仲有呢度係後面呢個係充電口。好，我開燈上去睇下，前面呢燈，兩個燈一齊着。第一檔係光啲，第二檔係暗啲，第三檔係閃。好，仲有呢啲側邊有燈，我去側邊燈睇下。側邊燈係第一檔係白色光，第二檔係嗰啲 UV 啊，嗰啲照眼紙嗰啲UV 紫外光。感實佢仲有一個紅藍閃嗰啲功能。好，撳一下熄咗啦。20蚊一套，20蚊，好，非常之靚。好，第一個係呢個大啲嗰啲公仔燈，呢個係可以嗰啲鎖嗰啲支架。鎖支架，仲有可以掛住啊！呢個可以掛住。後面呢度有磁吸，呢四粒係磁吸攝食。呢度有充電，充電口。呢度有個電量顯示，所以呢個有白色光，有黃色光。我開燈上嚟睇下。呢個燈係後面嗰啲燈，仲有電量顯示呢度。第二檔係暗啲，第三檔係閃，好光哦。我開個仲有一個紅色，呢個紅色慢慢閃，非常之靚。好，我開前面燈，前面燈呢個係白色光，可以跳光暗嘅。呢個係白同黃一齊着，哇！呢個光度真係好光啊，超級光啊！睇睇。好親眼啊！呢個流明有2500流明。好，我撳到一下熄咗。佢開上嚟，過咗一陣間，佢係撳一檔係熄咗。你開上嚟有幾個檔？第一檔係光啲。佢跳光暗係呢粒係跳光暗啊！呢粒開關係跳光暗啊！跳光啊！頭先講錯咗啦 ，sorry 啊。咁樣慢慢按，好，撳到一下熄咗，好靚，好勁。旅客價咪呢個一套係70蚊一套，70蚊一套。好，下一個係用燈，都好細個，好方便。呢度都有電量顯示，電量顯示。呢度係充電口，呢度後面呢個有磁吸啊，呢個可以拎出嚟。呢兩粒係磁吸。好，我開燈上嚟睇下。第一檔係白色光，第二檔係黃色，呢個光度都好光啊。第四檔係白同黃一齊着。第五檔係暗啲，第六檔係紅藍閃。好，咁你一下熄咗啦，功能係咁多。一套係呢種一套係40蚊一套，
都好靚啊，唔會帶啊太陽能燈啊，因為呢啲係最辛苦嘅。之前好多嗰啲鳳絲網都要揾呢啲細個要太陽能燈，而家有啦，爆貨啦，中意鳳絲網嗱嗱聲過嚟幫襯下，40蚊一套。好，今日介紹睇下呢啲。呢個係流明係超級勁嘅，48,000流明電筒，係靜電筒，佢冇其他功能。我開燈上嚟睇下，佢入邊呢啲有一個風扇，哇！嗰個手好熱啊，哇，好熱，48,000流明呢個，你睇下有冇聽到嗰個風扇嗰個聲音？嗯，好，你睇地下嗰個光度，48,000流明電筒。好，我撳一下熄咗啦。哇，好親啊，勁嘢啊！呢款唔講價錢。好，好，今日呢條片係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